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7日的暗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在高雄的桃园区明巴克路桥长期民众掉伫山区内面，六股的部分是饮水还未退，国军派人去斗清理。双炮幼儿园开放头一天，不过说已经无开放。台北市幼儿园开放9成囡仔回来上课，不过要有一定的活动空间。玉山管理处开放民众去八玉山限定一天来回，另外阿里山的火车也开放加期到本期湖，一天只有一转尔。讲到高雄的桃园区明巴克路桥，初日去予大水冲登去，地区这内面有3个里对外交通是受到影响，敢若会当靠到直升机甲物资送入去。高雄市长陈其迈今仔日也坐到直升机入到灾区了解状况。另外讲到这规条的溪流，拢是去予土石啊占条的，就算是要搭一条临时的桥，上紧也要按2礼拜。民众讲是等袂赴啊。空军总队出动2台直升机，初10下晡3点，在市长陈其迈甲大批物资为小港机场起飞，前往高雄桃园的复兴里。不过天气无稳定，直升机捌飞航。第2届总算顺利到位，解决掉复兴、拉夫兰甲梅山3个里物资欠缺的问题。我们这小孩子双胞胎没有奶粉吃了，一直哭一直哭啊！的药不够了，糖尿病的药不够了。桃园区的民巴克路桥初次因为漏水溪冲毁，致使到复兴顶3里连外交通中断。这几天靠到空勤总队运送物资，搁协助紧急就医。灾区即马拄好是金峰山啊采收季，也无度将水果送出去，基本是希望赶紧开通临时道路。有一条废弃的农路，这次的好大雨它没有受损。顺着那个地方这样子开上去，刚好开到那个桥头，那这样子连接起来，成为一个暂时性的便道啦。因为民巴克路桥附近溪床墩15公尺悬，偏高都爱开16至20天大便桥抢通。不过居民是讲袂付气啊。公路总局下晡再一次勘查，佮表示，这个无路用的农路顶悬有原住民私有农地，而且预估时间会搁较久，无法度实行。会依照原本便道的规划，趁好天赶紧时间。或者建议以后重建长桥的时阵，爱考虑到桥卡的通水面积。我们会在我们原本的道路的外侧，因为那边它的质地现在比较稍微坚硬一点，我们会打一个便道来衔接回来到我们目前的一个钢便桥的一个位置，长跨区让它通水断面呢加大而不是说中间再做一个桥墩然后这样的话呢，它整个通水的这个断面的话会减少很多。极端气候带来超大水雨，致使到山区受损严重，或者是讲中起便桥嘛都爱设置水土保持设施，将大粒石头留伫水头，敢若炸走土沙，安尼才有机会减少溢流对桥的影响，设置比较安全的桥面环境。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个大水雨落几啊天，予这个山区也出现真侪灾情。亲像伫咧屏东的三地门大社部落，对外车路拢绑起，而且有30多个民众掉伫咧山内面已经4天啊。另外讲到高雄的六股，虽然这个山区的雨水已经点，不过饮水的水到当时也未退，国军也赶紧出人来斗卡手，希望早一日会当恢复正常。长城一街一街山路出现2层楼高的断崖，热心的民众派着第一物资的篮，靠着手啊一步一步爬起来。天气大雨，地势冰砖落道路绑起，屏东山地门的大社村有30多人未赴撤离，吊伫山顶已经4天。太紧急了，他们没有办法逃难，所以他们目前有30几位留在原乡。那目前是没有电，也没有物资。因为道路崩了严重，修路估计至少要1个月。公所加向大车到下道探雨亭，赶紧先送物资去哩。公所也将赶工设便道，予村民通行。连日大雨，河南部山区受灾严重。高雄六区一号面，过前2天也有水泵山踢到大门口。上面比较陡一点，所以就一直往下冲。这边开始缓了，平缓了，就开始积在这个地方。真无简单，初10好天啊！国军透早也就山协助居民整理家园，要毋过六股也有不少民家积水无退，民众登去看到规土块的积水，毋知为倒位整理，艰苦甲流目屎。看到水啊大，再来甲按条水过去住遐。我早才过来清尔，规个毋知要清几工的啦。土石侵入民宅的部分，这可能这跟那个法令就有关系的啦，因为它牵扯到私人土地。公部门又没有办法去帮他们救助什么？
这是北防灾了后山区受灾上严重的一摆。六区新法律里长表示，目前省道抢修复原进度大约70%，国军早起以省道清理为主要任务，中央甲地方共同投入救灾清理行列，要让民众赶紧恢复正常生活。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来关心天气。讲一个太平洋高压变强啊，对今仔日开始天气又过热起，甚至各地头也拢开始落西北雨。这大雨一阵，噼一声来到真大阵，也予真侪所在拢伫咧淹水。过昼了后，强降雨继续维持台中市北屯区的上德市，积水一度淹到靠后岛。当日准备农历7月普渡的工作人员，赶紧将祭拜用品收起来，慎重野来到3公程度积水。过到了后，热水流旺，中台环雨势惊人，下大不少民众拢收到国家警报系统传来的大雷雨及时信息。民众翕车路积水的状况，一直讲这雨根本就是用到的。原定伫暗时6:35分要伫台中洲际棒球场举行的中职例行赛，也宣布因为雨势影响着入补赛。连日落雨造成蚵仔农损失惨重，嘉义县渔业区统计，海上蚵仔涌死、蚵仔病闹事造成蚵仔了落去，估计损失8,000万。蚵仔农早起趁着雨势浪澎出来看灾看过去，蚵仔病倒去浮伫海面，下面的蚵仔会当讲拢互海水冲走。我饼啊拢歹去啊，蚵仔咧流啊，拢饼啊咧摕啊死过流啊，嘛毋知要怎处理啊。气象局提醒中南部经过连日大雨，爱特别注意刷落来几天，中昼过了后，也是会有午后热对流地区强降雨发生。气象专家分析，未来10天到2礼拜内，台湾拢是高温烧热午后阵雨的典型热低形态，估计这个月下旬会有风台。台风的生成呢，慢慢要进入到中场休息的时间了，整个条件呢，大概要落在8月下旬之后，才会慢慢的再次建立比较适合台风生成的一个环境。从右边这个季节性震荡的预报也可以看到，暖色系这个是代表不利于台风生成的环境，基本上也是持续未来10天到2个礼拜左右。专家特别提醒，气候变化已经影响到全球各地的极端天气事件。像过去可能10年才发生一摆的大水雨事件，随着地球升温将增加2.7倍，所以8月下旬面对可能的风台侵袭，一定要提前做好防灾准备。记者综合报道。这大水雨落几啊天，这影响到菜价。亲像台北的菜市价销一升落来称悬，平均价销1公斤爱48.7块，亲像高丽菜一粒也爱100-200块。农粮署去统计，讲这场大水雨造成的农业损失已经超过4亿啊！行政院长苏贞昌是连续2天拢落去中南部了解灾情。菜贩仔写条高丽菜上外口一乌起的叶啊，重新搁摕来卖。连日受到大雨影响，青菜都算卖上无好，又原是贵甲惊人。大台北果菜市场，青菜大卖价一路为8月初1每公斤34块8，初341块，初543块2，到初10 48块7，也到今年上悬。欢迎，未少人客根本就买不落手。对啊，买不下手。像高丽菜最近一粒买落来，卡要着就100-200块。有水饺店烦恼加卖加了，决定归去包较少的。就像高丽菜就25，现在到就像我们做生意的，我们拿的就几乎60。澎湃浸伫水内，原本也剩10天就会当收成，即马农民才会当申请补助。过啊是嘛共款，知影钱甲遐迄落摕体嘛就大啦。安尼有够你的成本无？啊，够你的成本无？要讲够，一定无够的啊！啊，无拢算的，其实遐讲的，看伊迄落啦，卖损失是加收大啦，收了20-30万啊。全台整体鱼跳农损已经超过4亿，其中农作物占3.29亿。将5大受损作物是木瓜、土豆、经营、红莲果、菜瓜。行政院长苏贞昌连续2天拢前往中南部勘灾，只是农委会简化勘灾程序，互农民量早领到天灾现金补助。就是简化，就是较紧的，就是较宽的，伫区域内以科技计算。就毋免搁遐个勘查再复检，拢免啊。不过农民反映，农损补助也可能无够成本，毋望地主会当直接减少租金，才会当降低农民负担。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
国内伫今仔日有增加3个本土病例，5个带病入境，也有1个人死亡。这3个本土病例拢伫咧新北市。另外，讲到疫苗保护力这个问题，根据到美国的研究显示，讲莫德纳疫苗对抗 Delta 变种病毒的效果是比 BNT 疫苗更加好。指挥中心表示讲，无论做这种的疫苗，拢有一定的保护力。不过，民众上界烦恼的就是疫苗数量无够问题。指挥官陈时中表示，那已经做过头一层的，政府会保留第2层数量。国内新冠本土疫情初10拜2，新增加3例本土病例，拢是新北市，搁新增加1例死亡个案。今天大概是相关的县市别最少的一次了哈。那案件也渐渐也是越来越少，那关联也能够及时的掌握哈。那疫情在目前来讲，应该是控制的还不错。另外，也新增加5例境外移入确诊，其中有2个人伫美国已经注完2剂辉瑞 BNT 疫苗，属有突破性感染。按15900是有在6月9号、7月1号都有在美国接种了2剂的辉瑞疫苗。按15901，它是有在6月12跟7月9号分别接种了1剂的，也是辉瑞 BNT 疫苗。针对美国最新的研究报告指出，莫德纳对英国变异株阿尔法的保护力是86%，不过拄到印度 Delta 变异株就落甲剩76%，BNT 是为76%落甲剩42%。对这个代志，指挥中心是讲，无论是做倒一种疫苗，拢有一定的保护效果。第一次我们有看到，就是说莫德纳在应付 Delta 这件事情上面有优于 BNT， 我们会再看有没有其他国家的相关研究来做一些佐证。另外，国内疫苗库存量正悬，国家上指挥中心现阶段要增加第1剂疫苗注射率，外界是烦恼第2剂是毋是无通注。对这个代志，陈时中是讲，已经做完第1剂疫苗的第2剂一定会保留。更多的人即使能够达到第1剂，整体的一个人口的覆盖率能够提高，为我们的首要目标。然后第2个，再让保障，让第2剂应该要施打的，那我们的相关的这些量，我们会予以保留。陈时中讲，目前毋但美国疫情严重，英国、西班牙这欧洲国家也拢受到变异株的影响。台湾早就已经对入境的人采取高强度管制，搁保留部分集中检疫所来应应未来可能的疫情，所以暂时未调整边境检疫。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伫今仔日有增加3个本土病例，另外伫永和地区2礼拜内面就已经出现3个确诊病例咯。市政府也赶紧出动体检站去永和，甲民众做体检，也有找到1个阳性个案。另外讲到台北市的部分，伫今仔日无增加本土病例。从5月份爆出本土疫情以来，过103天了后，台北市初10头一届本土零确诊，敢若有3个带病入境的个案。有的是去法国探亲，有的是去美国做疫苗。伫中央公布零确诊进前，台北市副市长吴珊珊时常伫人面前，甲大家宣布这个好消息。今天清零，我很开心的是，因为我答应他们说，如果有一天的个案数字是0的话，我就跳舞给他们看。所以主要是要帮我们这些同仁打气。我们也希望说，高兴一天就好。我们花1个多月的时间，然后真的做到了我们第1阶段的小小的目标，但是不能松懈，还是要战战兢兢。台北市顶一届零确诊是伫4月28，也就是本土疫情爆发进前。吴珊珊嘛强调讲，上关键的原因是因为市民有配合，也若欢喜一天就好。因为社区内底可能还佫有稳定的传播链。市府嘛公布2个确诊者的行踪，暗号15891，伫初5到初6有去天母甲北投食饭，也若暗号15892，伫初4去国联大饭店住暝。另外，新北市初10新增加3个本土病例，2个是新增加的个案，1个是居家隔离阴性转阳性。针对永和某1个里传出最近2礼拜有3个人确诊，新北市出动机动体检队，按算到12进前，会伫仁爱公园活动中心甲民众做体检。我们筛检的人数是筛检了317人，又找到一个阳性的确诊案例出来，不断隐形传播链，我们还是希望在这个区域的市民朋友都能够踊跃出来筛检。唔但爱阻挡社区内底稳定的传播链，嘛爱严格防范Delta印度变种病毒。校友义强调讲，从7月初1以来，到病入境的拢总有23例，其中有4例就是去挖到Delta病毒。新北市会加强防疫旅馆的管理甲消毒，伫入去大进前，所有炸的物件拢爱消毒。退房了后，房间会静置1天了后才去消毒。若是有确诊的案例，就静置3天了后才消毒。希望会当彻底阻挡病毒外传。
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咱国内疫情渐渐开始稳定啊，玉山管理处也开放玉山的主峰甲西峰人数限制一天60个民众会当去爬山，不过这爬山的限定是一天就要来回。有关处七10起也开放部分生态保护区内的登山活动，包括4条登山路线开放单攻，在处营地也拢将开放，也毋过山屋也是无开放。另外，单攻特地重量管制开放60人。山屋主要是它仍然是一个密切接触，然后密闭、密度高的空间，所以目前山屋还是维持是没有开放的。很多人都是他可能就是准备功夫只有做一半的，然后就想要去申请，可能灯坏了之类的吧，要让他一天要走20几公里的山路这样上下坡，其实对他们来讲是很大的负担。有关处表示，像上受欢迎的玉山主峰甲西峰登记了后，要爱抽签决定，未少日期已经满啦。也毋过自签向导真回，目前只开放单攻，新手可能伫无准备周全的情况之下，就上山，也增加意外几率。呼吁山友除了做好防疫，也爱做好体能甲入山前的准备。记者综合报道。有人想要爬山，若准想要去阿里山坐火车的民众，就要特别注意咯。虽然讲这火车对8月70开始恢复营运，不过火车是对家己火车头驶到本期湖尔，而且是一天只有一逝往回，限定108人。要去阿里山的游客，早时啊就来到家己火车头买坐阿里山火车，开放第一天就坐着车，游客是真欢喜。很开心啊！只要天气好，能够搭上火车，然后行程可以顺利，都很开心。我们领队昨天晚上问到的，然后6点多买票的。阿里山联合铁路因为疫情的关系，为5月18暂停营运到8月9号，今仔日正式恢复营运，嘛开放订票。第一天伫家己火车站就26位游客买票坐车。本线嘉义到十字路区间，目前只行驶到奋起湖车站，而且沿途只会停靠嘉义、北门、竹崎、焦立坪及奋起湖等5个有派驻站务人员的车站，以控管人流。除了为家己驶去阿里山的火车有开放，伫阿里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内底3条火车支线嘛有限制坐车人数。临时文书处呼吁相关的防疫规定，请游客嘛是爱配合。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讲到这个游泳池已经关闭3个月啊，但总算开放啊。透早是有民众来游水，连游泳队学生也当开始训练。不过这游水起来就要水挂水暗，而且洗浴巾啊也袂当洗身躯。有民众感觉讲安尼做是真无方便。立即防疫游泳池开放游水的第一天，有民众早起就来报道。已经多久了？快3个月了嘛。所以昨天一听到解封就赶快。对。封了要3个月，真侪人真享受伫水中的感觉。游泳池的水道其实人无济，救生员嘛定时咧消毒。业者表示，目前敢若开放大游泳池，室内人数嘛限制伫50人以下，伫门口就有牌仔显示人流。我们可能会明确一点的把可能快泳水道、慢泳水道人数区隔出来，然后让他们不要同时太多人在水里面这样子。下水前就是一定先戴口罩，然后上岸前马上戴起来，然后就是口罩就是用夹链袋把它先包好，这样。不会怕啦，只是不洗澡真的很麻烦。可是你说他开放洗澡，我也会怕。洗身躯间敢若会当换衫，袂当洗。岸边冲洗的水道头嘛用锁啊绑起来。业者表示，因为惊大家挖收紧。蒸汽房等等嘛继续封，会阁看中央的政策。虽然双北开放游泳池，不过还是有民众感觉无安全。有家庭科医师表示，水池内的水有杀菌的功能，民众只要莫伫水道内挖收紧，岸边嘛莫开港，应该是无大规模的感染风险。但是上重要是受了后一定要挂嘴暗。记者陈阿文流水台北报道。台北市有宣布，这幼儿园对8月70开始会当甲学生囡仔增加到9成。来幼儿园的囡仔唔若爱挂嘴暗磅体温，而且每一个囡仔上少拢爱有2.25平方公尺的活动空间。国内疫情警戒维持2级，台北市的幼儿园为7月27开放5成的学生上课。8月70开始，学生人数提升到9成。
北市府表示，以1.5公尺的社交距离来算出每一个囡仔至少要有2.25平方公尺的活动空间。在室内活动部所刚刚提到的2.25平方公尺的一个空间以外呢，孩子在里面的用餐也都必须，还有他们的活动都要有一个室内的一个防疫隔板。虽然迄2礼拜吼，啊，毋过囡仔嘛是足欢喜要来，啊，毋过可能算迄2回吼，2回算今仔日算第1天。所以小可哭啦，啊，毋过我感觉家长嘛足放心的，互阮老师接入来。幼林园表示，今年因为疫情关系，学生的流动率悬，也未少囡仔请假，但有家长认为，爱互囡仔学习如何保护家己。我觉得那还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吧，因为以后还是要跟病毒共存啊。那就是让他去学校去学习，然后怎么样去跟其他小朋友，或者是在怎么样那样子的环境下面去适应。北市府也表示，1礼拜会安排3间至5间的幼儿园进行公安检查，重点除了人数的管制，基本的挂水暗、量体温等等的防疫措施嘛一定要遵守。这段时间嘛全面禁止民众参家长入去学校。记者杨淑静、谢桂林台北报道。台北的放假灵山寺去确定古迹，不过只有建商要伫咧灵山寺后边后壁起一栋30层楼高的楼仔厝，就专家出来呼吁讲，本地这灵山寺看过去是有留一片天，若准这个大楼起来会破坏景观。不过台北市政府认为讲，确定古迹是文化部管的，要先进入到文资审议，才会到市政府的都市设计审议。为空翕机的角度看，伫台北龙山寺后壁的一栋12层楼的建筑物，看起来甲龙山寺是天差地。因过这个建案，北方质疑讲会破坏龙山寺的天际线。经过协调了后，外口寺的壁改做白色的，规个看起对龙山寺视觉的干扰会较少。不过，即马所传出有建商按说伫咧龙山寺正手边的后壁，要起一栋31楼高的大楼，真侪民众感觉是真无妥当。盖一个那个大楼应该会影响。破坏地壳，维持这样子可能更好。你盖太大、太多的那种楼房很拥挤，然后感觉跟这个建筑没能搭在一起。龙山寺属于固定的古迹，搁伫咧市中心，建商想要伫咧正手边的后壁起大楼，庙方建议莫起遐尔悬，避免对在地文化造成影响。中华民国都市设计学会理事长杨有章讲，这个建案形体看毋过真薄板，31楼高的大楼，卖似是一支刀仔踩向龙山寺，若会破坏龙山寺的天际线，规个看起是让人感觉真无舒适。好像刀板一样那样子的一个相处关系。目前我们所看到的一些它的外观的颜色需要应该要再做考量。我们需要文资局主管机关先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管到哪里。如果说它没有一个准则出来的话，我们现在依照现在万华地区，它其实基本容积都非常高，而且它有碰到都更的问题，所以这个是要全面去考量。台北市府回应讲，要兼顾都市景观甲开发的权利，目前等文化部文资局做文资审议，才会到市府都市设计审议的阶段。杨有章表示，会找专家学者讨论安怎推动古迹保存的计划，和都市开发会当有参考的规范，卖当甲古迹优先共存。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政府要甲莲池潭边仔的左营国中旧校舍变作是商业区甲公园用地，所引起在地团体不满，认为讲这楼仔厝起了伤过悬，会破坏景观。位悬的所在翕莲池潭，除了观光地标龙虎塔，4个位拢是斜立顶。高雄市政府打算公办多间开发这个地区的东南边，也是旧左营国中用地，和40外公民团体真不满发起联署，查查早起组织伫高雄市议会地高镇政署呼吁唔通将自然景观变作阿毛头古塔，破坏龙虎塔的天际线。以这样的一个高雄市观光第2名的一个重要景点。你在那边盖了高楼之后，你龙虎塔的背景其实以后会非常的丑，就有很多大楼起来。那湖岸这样子其实都会变得视线景观都造成一个很大的冲击。那包含说那边的绿地以后变水泥。民团指出，这地区现目前有20丛珍贵老树、50年历史的儿童之家、180年的水准人文景观，无应该改变做商业区，烦恼会像风开发了后的大庇湖，景观甲生态拢破坏。
也强调，莲池潭是高雄重要的观光资产，当年会当创造9000亿的观光产值。对公民团体诉求，高雄市府回应表示，开发强度会维持原有的容积率300%。在之前变更为观光发展专用特定区之后，也经过几次招商，但是都没有招商成功所以才做一个都市计划的变更。把它变更为商业区，我们会优先来考量整体的景观，还有天际线的维护，就是容积率300%的部分也是会维持。都发局指出，会兼顾观光发展，而后续招商开发的时阵，透过都市设计审议严格监督。市长陈其迈也答应会保留绿地甲树仔，关系各甲民间团体协商。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全世界疫情。讲到这Delta变种病毒是吞噬全世界，为着赶紧要甲民众注预防针，美国的疾病控制预防中心公布相关的数据，讲若准是做过2档疫苗民众，就算是确诊，也袂变做是重症。卫生部职员访问徛家，一间一间确诊的民众是毋是做过疫苗？受到Delta变种病毒疫情在全球拖，真侪民众质疑疫苗对抗疫情的效果。美国 CDC 疾病控制甲预防中心公布数据，到8月7日为止，完整做疫苗的16400万人内底，确诊死亡人数是1507个人，罹断疫的人有7101人，等于是99.99%做完整疫苗的民众，就算确诊了后，病情嘛袂严重到要断院，也是变成重症。And we want freedom for everyone to live without even to think about the COVID virus. And we know that there is only one path to that freedom, and that is through more Washingtonians getting this safe, effective, successful vaccine. 只是对疫苗供应有关分配无平均。英国媒体《卫报》报道，年底之前，英国囤的疫苗会达到2亿1000万剂，超过需要的数量。部分业店搁正做临时注射中心，不过实际上，英国做疫苗的比例已经超过80%。就算注射中心换班户数，拢比注射的人搁较济。For me, it's quite unusual, but it's really nice because it's a place that I guess I have been like 3 or 4 times partying here. 因为英国不愿放弃疫苗的专利，所以有愈来愈大的压力，要采取更较侪措施，帮助产食国家摕到更较侪疫苗。如果英国存的疫苗，会当互疫苗产食的10个国家，差不多2亿1100万人注射。严格面对各种变种病毒，外界嘛质疑，关于疫苗的配方是毋是爱调整？已经生产运送超过11剂疫苗的德国 BioNTech 公司认为，目前疫苗在应对各种变种病毒有关有效，暂时无需要调整。其实疫情严重的国家南韩，因为政府订买莫德纳疫苗，表示药厂合作的实验室问题，8月只会当供应合约的一半数量，互南韩政府为此向民众说明回事的，而且承诺会尽力调动全国会当用的疫苗，增加疫苗的注射比例。国际新闻台是董炳益。咱来看到澳洲的雪梨，虽然伫遐当咧封城，不过敢若对重灾区较严格尔，对其他所在却是较放任，就出现讲有人伫遐佚佗，所有人受限制特殊情景。澳洲雪梨当地封城，西部疫情严重的灾区，道路冷冷清清，拢无半人，搁出动军警加强巡逻，主题违规出外民众。不过，城市另外一名东部的邦迪海埔，雪梨上界有钱的社区之一。冲影的冲影，散步的散步，也有人伫咧慢行，也有人无用使用健身器材。同款是伫封城，不过做法煞无共。So basically double standards. One rule applies for the west, one rule applies for the east, another rule applies for the north. 虽然雪梨名义上全面封城，不过城内适用标准无同。种族上多元的西区是疫情上严重、防疫上严的所在，禁止离开厝内附近，也不准做面对面接触的工作。若是行出户外，也必须爱挂喙罨。其他的地区是比较有较冷，户外唔免强制挂喙罨，甚至学校也渐渐开放。一城两制是一个真残忍的现实。I feel sorry for those people because, like, we are lucky to be here, close to the beach, close to the park, and be able to go for deep on the water, and they are stuck in the apartments. Let's face it, they failed us. They failed Southwest Sydney. They failed the people.
邻国的纽西兰是靠强硬封城、关掉国门这个方法，成功阻挡本土感染，得到全球舆论。不过同时，因为也面临劳工欠缺、支出着生产成本真悬、产量下降的经济压力。车到有1500个造产师罢工活动，抗议劳力不足，支出着工时伤悬。为了避免通货膨胀，总理阿尔登一定12宣布开放边境计划，不过强调一切拢要谨慎。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美国甲南韩要搁再进行联合的军事演练，不过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的小妹金宇正发表一份声明，要来甲警告，讲是美国为着要入侵北韩做准备，也强调讲因北韩会先来做出攻击做回应。当年热天拢是美韩联合军演的时期，平壤当局也会按照惯例发表声明，批评美韩联军又要破坏半岛和平，为入侵北韩做准备。过去几年，因为美国甲两韩三角关系看起来像有突破，加上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演习规模也救水。不过，大家注意的是，这摆北韩的官方声明是由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署名，显示。金宇正虽然实质上只是朝鲜劳动党组织指导部副部长甲山头宪动部副部长，这两个职务伫党核心的排名也只不过是第21名。不过声明结尾指出是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授权发表，显示金宇正伫北韩党政机构内的地位。美联社分析指出，声明虽然代表金正恩本人的意思，内容强调北韩将以强化先制攻击能力来回应韩国甲美国的联合军演，敢是代表北韩将恢复就这大道飞弹 ICBM 的试射受到外界的关注。另外，韩国将在明年3月举行总统大选，为今年的地方选举来看，对北韩相对友好共同民主党伫少年族群这个传统票源，拢落后予强硬的国民力量党。平壤当局声明的用意有待观察。公司新闻齐家真编译。立陶宛进前捌捐予台湾2万吨的 AZ 疫苗，而且咱的外交部宣布10月要伫立陶宛设代表处。立陶宛唔若用国家称呼台湾，甚至伫今年秋天要来到咱台湾设办事处。不过，这款行为说予中国看了是真刺激。中国外交部伫今仔宣布要调回中国驻立陶宛的大使，而且也要求立陶宛着爱甲因的大使调到登记。驻立陶宛的台湾代表处是咱台湾伫中国邦交国内面头一个以台湾做名称的代表处。虽然中国调卡当地，不过立陶宛坚持无被改，有尊重中国一中原则。不过有关是要甲台湾发展两国之间的互动。伫这个月初9，海巡署接到民众的通报，讲伫台中大安的海边有一只船啊靠单，船顶有物件，不过人却无去啊，可能是偷渡来的。海巡署表示讲，已经开始调监视器，要甲人找出来。海巡署的人员详细细节的调查，因为台中市大安区的海域传出初9迄天有不明的快艇靠岸，那就是偷渡者。消息传出来了后，沿海在地居民是拢议论纷纷。因为我惊到即摆疫情太严重，惊有时种疫情的，你有像遐便利组无？惊会渡人足恐怖的。有嫌疑讲，咱敢若有迄个种偷渡客走来啦，啊，但是嘛无发现到啦，啊有发现到迄只船啊，啊船啊因怎个拖入来呢啦？今年4月份，中国一个33岁查某人叫做周先，伊讲伊驶手灵艇伫海顶驶10多点钟，为福建的石狮市经过台湾海峡，一路到台中港的西码头偷渡上岸，引起各界关注。迄当阵，海军司令部甲海巡署对外表示，会共同检讨应对的办法，严加监控附近的海域。想袂到过无几个月的时间，佫发生类似的案件。海巡署讲，初9早起6点，接到民众通报，有一只快艇顶悬无人靠搭伫海边，目前当地调各地监视器调查当中。温良安检所即派员前往现场了解，该船疑似为无级小艇，区方区已及时启动应变机制及联络相关友军、警察单位协助清查。本案不排除任何可能，就是要加强一下周边的海巡啊，以防有那个新冠病毒又潜入台湾这样子。对啊，还是要做筛检这样。偷渡者驶手灵船靠岸，毋若是国安的问题。目前当时新冠肺炎疫情的期间，恐惊会出现防疫空棚，而且伫海岸线的区域，若有任何类似的事件，恐惊会引起沿海在地居民的惊吓。记者综合报道。
伫咧新竹的竹东有一位负责人染到武汉肺炎来过身，想袂到伊遗体送到私人的殡仪馆冰3天了后，当要到火化时阵，看到死亡证明是写讲染到武汉肺炎，工作人员是惊一个拢唔敢活过去。这敢有违反到传染病死亡24点钟内就要烧掉证据，也引起众人议论。竹东一位55岁妇人在长照中心获得新冠肺炎。原底经过病院治疗，测试已经解除隔离，刷到一般的病房。想袂到初六病情恶化过身，遗体刷来殡仪馆。几天后，殡葬业者准备火化，看到死亡证明书顶悬注明新冠肺炎，工作人员全拢错一条。一定存在一个风险，到第3天来办火化，才会叫人发现，而且比所有工作人员竟然拢唔知影讲，今仔日伊的死亡原因是这个。县政府赶紧对外澄清，这名妇人过身时 CT 值已经超过30，并无传染的风险，所以唔免24点钟来火化。未来白要求病院方面要注明清楚，避免造成误会。依照一般我们死亡证明这个原因的填写那我们还是会把初始造成这个疾病的原因写在前头。各个医院都会在加强沟通请他们在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境的时候，要诊断证明书各类诊断证明书都要注明的更详实。经过通报了解，业者初九已经合作家属完成遗体火化，为了安全，工作人员彻底消毒，大家总算是透一口气。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对去年开始，台北市政府甲饭店合作，提供警消医护人员会当来报公校大旅馆，互前线人员唔免烦恼讲，登去厝内面会为祸亲人。不过，台北市联合病院工会说表讲，对今年7月开始，因为联合病院的灾害准备金伫咧无够用申请的资格也变甲真严格，互真正有需求的医护人员感觉真不便。塞开门，整齐房间甲碰床，因为警消医护人员有带登记的需求，甲一般的客房相比，业者佫准备较侪糞扫桶甲滚水。台北市为去年开始，甲侪饭店合作警消医护加油站，提供警消医护人员免费带房，互因免烦恼厝内的人会因为家己的工课有感染的风险。不过，这项措施7月开始煞有变化。联合医院却自行限缩了资格。变成只有当日照护疑似确诊病患或是有采检工作的人，你才可以住。像门诊或者是一般病房，都被医院视为绿区。绿区就是医院认为的安全区域，没有驻警消医护加油站的需求的区域。但实际上，北市联医每一个院区都有发生过院内感染，都有发生过群聚的状况。那我们员工随时就是处在一个最危险的状况。工会讲，病院安尼做是因为灾害准备金要用了啊。工会认为，联合病院钱无够，应该向台北市政府讨，唔是甲带房的资格变严格。市府必须要给足够的经费，市府既然敢喊出政策，就要给足够的经费。第二个，北市联医维持原有的资格，不要主动去做限缩。有关于警消医护加油站入住的资格，都是让照顾确诊、疑似确诊跟协助采检的同仁来入住，从109年到现在都没有限缩过。那我们现在也只是让这样子的情况维持，继续在执行。联合病院讲，为去年到即马已经向市政府申请4摆的灾害准备金，总共2600万。过去因为疫情较紧张，有小可放零资格，即马只是甲资格改转来。未来会看员工的需求，随时调整，避免浪费资源。记者郭美敦、郑派文台北报道。咱台湾今年7月出口有来到美金379.5亿，是有史以来过一个月上好的表现。这出口大部分拢是电子零件加自动产品，是相对日本、美国加欧洲去。全球景气豆豆回温，加上国际原物料价数要比较较悬，台湾今年7月份出口的表现是有史以来过一个月上介好的，来到379.5亿美金，比顶年同个月加34.7%，而且这已经是连续13个月正成长。在亚洲4小龙里面，我们的持续周期只比香港短
而且我们对11个主要货类哦，不管是传产货类或是科技产品，上涨的幅度都蛮大的。经济部表示，不管是管端商机，或者是科技的创新甲应用的效益，拢有助赞。也那5大出口的市场，除了中国和香港，出口去东协、美国、欧洲甲日本的表现也创新高，以欧洲成长64%上介好。这个美中的这个贸易跟经济的争端，会不会影响到供应链的重组跟整个全球创新的时程？所以所谓的红色跟非红色供应链的切割哈，那台湾现在是好处是我们是左右逢源，将来会不会台湾从左右逢源变成左右为难？除了美中贸易战，专家也提醒，台湾就要赶紧增加对美国企业的投资，甲美国创业投资的人才、资金、技术，也阁有商业模式。早倒转来，才通拼过东南亚甲中国，保持高度的竞争力。记者阿敏晶、林孝凯台北报道。联合国有警告讲这个全世界温度伫咧2030年可能会阁再增加1.5度，就要减少碳排放量是全世界目标。但国内碳排放量较悬的有真侪拢是国营企业，其中台电是上严重的。学者表示，净零排碳无列入去法令内底。地属产业减少碳的排放量是真无积极。目前国内碳的排放量，前5名的产业，台电是全国上济，过来是电子业、中油排第3，石化业、钢铁业嘛拢是碳排放上济迄几个，而且大部分拢是国营事业。台电表示，目前已经积极转型，增加烧天然气减少烧土碳，而且热能发电的比例嘛持续增加。台电实在是全国碳排第一，因为配合国家的政策做能源转型嘛，台电现在会有蒸汽减煤，也有助于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啊。中研院嘛警告，台湾若阁唔减少碳的排放量，温度就会持续加悬。有研究指出，台湾过去110年来的温度是欠悬1.6度，已经超过全球平均的1.07度，而且强调台湾在1961年到1990年之间，热天平均是120天至150天，寒天平均是70天。不过最近这几年的寒天，恐惊缩短做20天至40天，估计上紧在2060年的时阵，台湾恐惊都已经无寒天啊。如果到现在持续排放的话，台湾也可以到这个就差不多5度 C 的增温了，是完全没有冬季的情况，大概是最早在2060年代就会达到了。学者表示，企业转型减少碳排放已经是未来新的工业革命，而且都要赶紧进行。不过，台湾大部分拢是中小企业，这个挑战是真大。那气候变迁应用法的草案，环保署表示，今年下半年会召开公听会，拍拼寻求共识，而且加速发展作业程序，要拼草案会当伫下半年时阵预告，而且送到行政院。记者综合报道。这全世界有8成的垃圾水拢直接排入去江洋大海。不过，伫新加坡这个国家，因为因无天然资源，因早就发展垃圾水的处理厂啊。目前新加坡咧用的水有4成是回收处理过水。画面上看到是新加坡的雾落形成水厂，除了地面这个大型的潜水槽以外，部分设施拢藏伫地下。有一寡有25层楼悬，雾水下水道处理管线有48公里长，内底敢若煤浆同款，有钢管、水管、水槽、过滤系统，也甲各种机械，一工会当处理9亿公升的垃圾水，有够满足一座奥运专用的游泳池一年24点钟用水。土地细、天然资源欠缺的新加坡，用这侪钱来发展污水处理技术，定定是世界其他国家模仿的对象。目前回收的新鲜水占全国用水的40%，2060年要阁提升到55%。虽然大部分拢是用伫工业的用途，其中有一寡原来互加入于全国570万人的日常饮用水。At the new water factories, it has 3 main treatment processes. One is microfiltrations and nanofiltrations, where the water will pass through the membrane filtrations and remove basically the microscopic particles and bacteria. Then it continues to be treated by reverse osmosis process, where we make use of semi-permeable membranes to remove contaminants like virus. And the third step is the ultraviolet disinfection system, which is the added various safety measures
to ensure the water quality of our new water. 新加坡当地扩大伊的回收系统，预定2025年要完成一条地下泵坑加大型的再生水厂，专门提供岛上西半部地区使用，总经费达到74亿美金。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伫咧热天时啊，食冰啉手冲茶，真侪人拢是一人一杯。不过讲到这卫生的问题，就真歹控制。台北市卫生局调查到地，发现讲有几多间的饮料店都有病菌超过标准的问题。天气小热，来一杯手冲茶真正真清凉。经历北市卫生局公布手冲茶冰品食用评价测试结果有10间店。经过2摆调查，有源无符合卫生标准，包括春水堂、和地楼、清源等知名店家，分别检出大肠杆菌、生菌素超标。明显确认业者在执行上卫生管理是需要再做改善跟加强的。那在饮冰品常见的需要注意的，包括就是操作人员的手部的卫生。那再来的话，就是它的食材有没有适量的一个制作，然后有没有适度的一个冰存。北市卫生局表示，这摆互调查10件产品无符合规定的，像春水堂含冰角的铁观音茶验出生菌素超标，和地楼的和定红茶是生菌素甲大肠杆菌拢超标。另外，其实豆制素的豆冷双麒麟是生菌素超标。卫生局已经针对互调查有源无合规定的店家，以违反食安法处分制造业者3万。就是大肠杆菌的这个生菌数超标的话，最常见其实这是一个急性肠胃炎的表现。那甚至有时候，假如在一些可能抵抗力低下，或者是说它是在相对高龄的族群或者是小朋友喝了之后，可能会造成严重的腹泻，甚至有可能会有败血症的可能性。对此，春水堂发出声明稿表示，已经积极进行改善措施，强化食品卫生管理，增加制冰机、冰槽、工作区域内使用器具清洁消毒次数，同时也增加设备定期维修甲保养次数，将主导进行对外卖的饮品当年轮替送检，加强自主卫生管理。何地立表示，这是第一门市事件，目前已经换全新离水光线，各种茶品自主送检，等咧等待结果出来。其他业者到结果前拢无回应。记者综合报道。咱的传统甲囡仔做成年礼是做16，查甫是出查甫姜，查某是出保者，代表囡仔长大成人。不过受到疫情影响，台南市政府也鼓励民众点处理甲囡仔做16，甚至佫有翕一支影片、音乐的影片来教囡仔爱安怎做，咱做回来看卖。今麦来做十六岁，感谢亲娘妈保庇，较早无欢喜的，以后拢甲放袂记。2个少年人用台语 hip-hop 唱出当大人的心情。做16岁是台南人的传统，不过若是要踮厝内做，其实对老师来到市区这间饼店，唔若有红菇粿、各种糕仔、甜豆，做16岁上重要的山珍海味、甲绿色菜碗，这拢唔通买。因为这两碗是7个嘛，所以咱若讲要简单。款1分钟，我山珍海味，菜碗一固定，来红菇粿啊！我你若这油饭肉就歹办，你咪再用一碗代表了。台南市社总司逐档拢有做16岁活动，若是想要简单办，牺牲兴功、甘蔗、照不停，无准备无要紧，对门口拜天嘛会使。做16岁，古早其实拢是厝里家己做的，所以咱特别到。邀请咱一个欧导演用台语的一个嘻哈的音乐来带因宣导讲，这做16岁的意义是啥？今年拄着疫情，台南真侪庙寺取消初7拜谢亲娘妈的活动，文化局推出这支影片，希望规家伙仔踮厝内谢天庆祝新年，同款会当互囡仔一个心中的回忆。记者陈家文华为做台南报道。经过3年的准备，公共电视的历史戏剧《斯卡罗》14日要来播出咯。这是一出有美军、清朝军，也有原住民甲台湾各族群之间的冲突甲看板。这个戏剧是希望带观众朋友重新了解这段文化，会当学习到尊重多元的族群文化。The rover is missing. 167年，美国商船罗梅号伫恒春半岛南边发生船难，船员无细日走入去台湾的领地，造成罗梅号的事件。这个事件引起美国出兵拍台湾，满清政府派兵入南，才会外来势力甲当地原住民，也有来遮开垦的闽南甲客家族群发生侪冲突。
这段150年前的历史，即嘛正做公司推出的戏剧《斯卡罗》内底故事的主题。这出戏的主角店妹，爸母一个是台湾，一个是客人，因为听有英语，所以迄当阵做美国驻厦门领事李先德的翻译，到调查案件，煞引起伊对自我身份认同的矛盾。演员温晶玲伫这出戏内底，唔但爱讲台湾的族语，也有英语、闽南语甲客语，实在是真无简单。有点像重回到154年前，然后我们每一个人在当时非常非常努力跟全力的完成。不懂为什么需要分别的这么清楚。台湾就是有融合这些各种人种、各种文化，这个就是台湾的魅力。伫戏剧内底，法国的美国籍的李先德，规世人拢伫咧找找自我认同。伫这个时代的人，要安怎伫咧无共族群之间求生存？也那演员吴孔仁为着要甲角色演了更较斗大，甚至伫咧半个月内减肥31公斤。当你活在这片土地，如果我们不去了解或是认识我们的过去，我们如何去展望未来？一起的那种共振下面，后面整个其实是台湾的一个气场，让这个片子它会形成一个更大的一个力量。我心中有幻想说，这个有没有一天会变成这个大合剧哈？那感谢哈，这个美梦成真。斯卡罗这出戏是改编一本小说的作品，叫做《咖喱花》。作者陈耀昌医师真感谢有这出戏剧的作品，筹备3年的时间，开2亿外。斯卡罗会伫8月14日播出，希望这个作品的理念未来会当持续拖落去，让更较侪人认捌台湾这片美丽的土地。记者综合报道。伫咧云林大溪海口故事屋，即马当咧展览用柳仔做主题作品展，是大溪囡仔林国基设计师的创作，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卖。柳仔是咱衫裤重要的零件，毋过你敢知影，干那是柳仔本身也通正做是艺术创作。即马伫云林大溪海口故事屋，就当咧展出一个柳仔的展览。这五花杂色的作品，都是伫大溪出世的服装设计师林国基伊的作品。邀请咱在地囡仔服装设计师林国基老师的画作，因为一般像真正咧展览就是拢展伊的衫啊，是伊的收藏。啊，这边较特别是伊用伊的甲伊的服装有关系的户名，或者纽扣画展啊。林国基细汉的时阵生外口，经过真侪困境，才对乌手改导做服装设计师，也才有机会互众人看到伊的创作。伊伫大溪故事屋的作品呈现的方式是800款，有直接用柳仔做主题的画，也有规只拢是用柳仔做的艺术品。这届是较特别，因为老师听到这个爱心活动，伊就无条件把伊的图捐一张，要互大家义卖安尼，义卖所得全部拢要捐互迄个家福中心。这个柳仔展览是对7月21展到9月26，有兴趣的民众就要把握好时机，来一座大溪海口故事屋欣赏林国基的作品。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的时摆，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26度到33度，中部地区对25度到33度，南部地区对25度到32度，东部地区对26度到32度。再来看外岛地区，对27度到32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